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，侍奉他，倚靠他，奉他的名起誓。申命記10章20節。聯合首次出現喺創世記2章24節，因此人要離開和聯合。佢喺其他閃族語言有同源字，係膠水嘅意思。呢個動詞唔係關於性行為，係用嚟形容與朋友、家人同神之間嘅關係。當佢用於婚姻方面嘅時候，係表示強烈嘅情感興趣同深厚嘅愛，而唔係性關係。盧德唔捨得離開拿俄米。箴言18章24節講，有一位朋友比兄弟更加親密，都係用聯合呢個字。而呢個詞喺神學應用上面嘅重要性，係關於我哋同神嘅關係。喺今日呢一段俾人生指示嘅經文裏面，聯合同其他3個重要動詞連埋一齊。首先係敬畏，敬畏耶和華係我能夠同神有互動嘅重要基礎。敬畏係尊重，承認神嘅尊榮，亦都承認神嘅權力，係神喺度掌管一切，佢知道一切，而我就唔知道。我哋睇到神已行嘅事，通常都係喺佢做咗好耐之後，先至睇得明白。佢嘅行事方式係一個奧秘，唯有通過歷史長河，我先至能夠體悟佢嘅策劃，乃是要將我推向佢嘅目標。我哋明白佢係全知嘅，為此敬畏神就係倚靠嘅起點。連結嘅第二個動詞係侍奉，呢個字亦都係敬拜嘅意思。當我嘅工作成為我對至高君王嘅侍奉嘅時候，就會開始睇到佢謹慎嘅建造，同我喺救贖歷史上嘅參與。我從中略為窺看，睇到一啲更深超越我嘅嘢。即便我意識到自己嘅渺小不足，但係當我侍奉嘅時候，佢卻樂於使用我，而我亦都樂於擺上，照着我應該做嘅被神使用，完全配合得當。第3個動詞係倚靠，形容好似強力膠咁黏喺一齊。如果我一直將使我同神連接喺埋一齊嘅線切斷，我對神就冇乜嘢用處啦。當然，神絕對唔會切斷嗰條線，呢個係舊約嘅基礎。按着神嘅本性，佢委身於依靠、永遠、永久、可靠、堅固，呢個係神提供嘅強力膠。婚姻就係呢一個永久、可靠同穩固嘅結合，係今世可見嘅代表。如果唔係，天堂就會心痛。最後係奉佢嘅名起誓，係指對神發出忠誠嘅誓言，遵行他的指示，而且只聽從他的指示。